嘛是立法院消息，行政院对国会这款修法提出复议案，立法院调研协商了后，决定21，也就是后礼拜5要记名投票表决。国民党团呢积极备战，下令这个议会逐摆拢爱加级的动员严防走票。那民进党党团是评估讲，要搁差6票才会当过半。总调郭建明就要求呢，要征求这个6种事，呼吁南北起义来归。针对这点，国民党党团总调布坤基嘛回应讲，公开征求这个民进党的6群组，爱民进党加入国民党的阵营，好日头光笑入国会。反对52位，赞成者少数不通过。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。国民党团提案讨回东山，14回议会和民众党合作，搁再调整，成功通过一套。也不过想要探这个气势，到组建场复议案的表决，恐惊无遐尼简单。很简单，6月19号、6月20号，我们召开全员联谊会。第二，6月21号投票。复议案赶进度调研协商，6月19、20召开专业委员会，邀请行政院长窦永泰报告备询，决定21号投票表决。政党的比例决定11比11比2，每一个人共10分钟。也毋过，就惊各有变数。国民党团刷落来议会拍算要加激动员，防止民进党向上岸变更。佮听讲，只要有立委走票，都要以党纪来处分。复议案的讨论上，大家都非常的团结，所以呢，就是没有在预防跑票这个部分有多琢磨。如果你违背人民的意志，那你跑票。你的政治生命就到此结束。毕竟复议案的表决，要超过一半人赞成，才会当通过。郭建明甲南北话声，爱因回头。我希望南北能够有人能够向宪法以及民意来起义来归，下礼拜投票。何贵战先败嘛，他知道他理亏嘛。希望民进党能够6君子能够到我们这边来，能够让。国会改革阳光照进台湾。复议案的演动赛，哪力叠对叠，马有关通关的可能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